互恁快乐，我着快乐啊！红见昏，看字、念字、捌几字。伫国校仔时，我捌参加校校的布袋戏社团。布袋戏界有一个原则，嘛会使讲流传一句话，叫做“卖字、卖声、无卖面”。意思就是扮演布袋戏的人，爱美伫戏台仔的后壁，袂使互观众看到因的面。避免台骹的观众无认真咧看戏，拢咧注意演师的面容，生做啥物款。我感觉轻真嘛是为着要保护搬布袋戏的骹步手路，才袂互人踏伊的功夫学去。我加入社团差不多有2冬啊。阮搬的戏有足侪种风格，有较悲伤的，较詼谐的，也有武侠戏。精彩的戏目，互观众看甲目睭毋甘呢。那我上爱搬的，就是会当互观众笑甲变过的笑开出。听到台骹的观众笑嗨嗨，我的心内嘛会感觉真爽快。兼且我有即款互别人快乐，家己嘛会快乐的个性，所以也真惯死伫人看袂到真面目的所在，人甲互人真欢喜。国中的时阵，学校嘛有真相像的社团，就是电音三太子。认入去三太子的翁仔了后，呾会使靠翁仔的喙孔看到外口，一顺喙孔矮矮搁扁扁，成做我甲民众唯一的连结。毋过因真够胆，毋捌甲我注意过，呾会去感受到三太子的活力，也搁有囡仔人的建筑。阮学校的三太子团体，甲接起一寡暗会，某物所在要开幕，或者是运动会、颁奖典礼等等，甲罕得去庙会，也是迄种迎闹热的所在。甲遮的民众咧互动的时阵，定定会看到因迄种单纯的笑容，无需要讲话，呾透过阮的动作甲压杀子，就通打快乐炭互因。这嘛是我快乐的来源。假使我原本就真爱看到别人笑眯眯的面容，所以伫我参加这个社团的时阵，一直拢是用互别人欢喜，正做我的指标。虽然这个笑容拢是三太子的功劳，毋过若无我，
翁仔呾会当点点菜伫遐，所以我坐少食着翁，嘛是合情合理的啦。原来，互人欢喜，家己嘛会感受到这份情绪，就亲像马祖了境的时，路边分送食物的人，明明都无相捌，是安怎要对我遮好，阁惊我会夭折？除了马祖的力量以外，我相信是大家善良的心，互人引带出来，互咱通继续把快乐甲善良传出去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